而家呢部 Pad 收緊機要示範。呢個收音機係 Android 系統嘅，咁佢脫咗兩個產品之後咧，就會喺副屏嗰度同時出現兩個產品啦，即係可以俾客人睇到顯示緊啲乜，自己睇到顯示緊啲乜。咁如果按呢個輸入會員咧，喺副屏嗰度咧都會有個提示客人掃 QR code 嘅。咁入完咧，佢又會自己彈走，你哋可以結帳啦。搞一個單。而家採用咗雙收據列印嘅模式。